小心别掉进笋田里了。别人家的水果真好吃。哎呀，你在做什么？今早。水好好玩哦，要注意水流哦。这些标语看起来还有历史哦。对呀，我要来把它擦得更干净。上次买的肉好好吃，今天可以再跟你买一点啊。当然好啊，今天要买肥的还瘦的。陈太子，请保佑我们一家平安。好啊，但我要先去下棋了。我已经在这里100年了。你的生意还真好。我的菜都是最新鲜的。我要买一些白菜。你别跟别人说我躲在这里哦。OK。土地公阿伯你好。我该回家煮饭了。